最近婚林的蒜头在大出，警方是接到报案，讲有贼偷头版蒜头。警方嘛抓到一个姓黄的嫌犯，伊的脚踏车顶头都有2袋蒜头。接到农民报案，警方调监视器锁定一个姓黄的查甫人。巡逻时发现伊骑脚踏车，搁载2袋蒜头，计共50公斤。查甫人承认有偷扣蒜头，警方当场就把人抓起来。还发现他骑乘的脚踏车还有拖着2袋蒜头。近期也是蒜头的采收季节，所以我们询问他这个蒜头，他也是随机在路边的农地将人家偷窃的。警方表示，姓黄的嫌犯除了偷扣蒜头，搁去一间肉品公司共人偷摕电子产品。经过调查，会甲移送婚林地检署侦办。因为警方也呼吁最近是蒜头的采收期，不管是伫产日还是咧拍蒜头，警方拢会加强巡逻，农民嘛爱加提防着贼偷。警察车若出来吹，对不对？较袂吼。警察车若出来咧巡吼，伊迄可能是灰嘛，感觉有差啦。农民表示，为着避免辛苦种的蒜头互人偷摕去，因会伫半暝轮流巡逻。因若今年婚林产地的淡蒜头大卖价1斤大约是26到28块，会当讲是真挖紧成本价啊。若是搁互人偷摕，恐惊是连本钱拢摕袂转来。记者王伟雄，婚林报道。